今日同大家介紹另一個新嘅產品——組裝鞋盒。佢話10秒就可以砌到，我哋而家就嚟挑戰下，係咪10秒就可以砌到 ？OK， 係咪10秒？雖然我10秒就砌唔到啦，但係安裝方便，同埋佢有磁吸功能，同埋你可以打橫打棟咁砌，6格又得，4格又得，3格又得。當你買咗2個之後，你就可以搭高佢，拼好佢啦。點樣拼呢？呢度有個榫位嘅連接處嘅。咁你擺咗落去之後咧，入面有一包咁嘅嘢，咁你攞出嚟，咁樣一扭好4格之後，佢就好實嘅，好實淨嘅啦。咁就好實嘅啦。6層，而家20蚊一個，35蚊2個，快啲人買啦！